伴你。你们好，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不同类型的蔬菜。番茄 utama disi 西兰花 broccoli 豌豆 peas 甜玉米 umbila 让我们再说一次 utama disi broccoli peas umbila 我们的课结束了，请记住要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下节课见，再见。